我们全场所有观众心中的那一份激情洋溢，还有更关键的，你们所希望传递出来的那一份对于两位选手的敬畏之情。谢谢。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保持着这样的心情，一同迎接下一场比赛。请看弹幕。 Preparen ya el entierro porque los voy a acabar. We about to shut them down. Los vamos a apagar. We can't be stopped. You want no drama, no. Got this game locked and it keeps within my flow. My city crown with me. Let's make our pockets grow. It's a hustle man for sure. Gotta take the game, you know. We about to shut it down. We about to shut this down. We about to shut it down. 好的，首先为大家介绍双方选手。蓝方选手身高167公分，体重61公斤，臂展167公分，锐武战绩2胜3负。他是来自于巴西的上阵喽，掌声！ 下边红方选手
身高168公分，体重61公斤，臂展165公分。锐舞战绩连胜连负，他是来自于蒙古国的巴萨克。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目前已经兵临城下，战火纷争的时代必然会产生英雄。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去见证英雄的诞生。首先，有请本场比赛主裁。All right, gentlemen, we discussed the rules. Protect yourself at all times. Follow my instructions. You gotta keep it clean. Touch gloves, let's do this. 好，现在桑德罗达西欧瓦上场了，是降级了。对，降到了61公斤，和他对手是来自于蒙古国的巴桑库。他知道在66这个公斤级有王冠，他有点受不了了。对，实际上以他的身高来说，就是应该打61。就是应该打61。他这个对手是来自蒙古国的。我们看这个选手。应该也是打过很多场比赛的一名选手。没错，以前应该是打过武林传奇。好像是有印象，但是具体想不起来了。我们也知道这个蒙古的选手一般都是摔法比较优秀。没错。可以看一下，经过和王冠多场磨砺之后的桑德罗达西奥瓦，他到底在61公斤可以完成怎样的发挥？但是伤到了有点超重，是吧？体重。所以说这个如果他要是总是这样的话，其实对赛事而言，不太好啊，对他自己而言也不太好，因为他这个体重呢，如果超重会很厉害的。我们看目前这个巴桑库没有做出任何的一个攻击动作，他这个不太了解他这个技术水平是对，可以看到他的战架实际上是很低。是的，像抱摔系。但是达西奥瓦他是黑带。是的受过自己的黑带，不过确实是个黑带啊！他还会跳巴西战舞。对，没错。可以看到两位选手应该说打的都非常谨慎。是的，特别是这个蒙古的选手，半天就出了这么一拳，好像就跟摸了一下一样，不知道他这个到底是什么个战术。这个后手重点很重啊！桑德罗很有意思，他出了很多腿，但全都没打。是的，而且对于地面系选手，地面用的少，很奇怪。你出腿的话，就不可能摔对手。又是一下。是的，抱住了吗？抱单腿。看看是不是抱倒，直接进入了地面。进入地面。非常流畅的就过到了侧控的位置。是的。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位置好像不是很好啊。漂亮，逃脱。看得出对手的力量不小。是的。这位来自蒙古国的巴桑库。巴桑库的每一步都很稳啊。对。一点不慌不乱。也是一个打得很稳健、很慢的一个。两个人相互踢膝。桑德罗要弯单腿没有成功。可以看到现在和打王冠的时候同样的问题啊，这个达西奥瓦的摔法没有进步多少。是的，按理论来说，现在练巴西柔术的人不再像是以前的那种。对，没错，现在很多练巴西柔术的高手都是摔法非常的漂亮，摔法高手，而且很多都是，比如说你是不光是柔术黑带，还是柔道黑带啊，或者是 wrestling 的这个很多年的。可以看到。现在，对手直接把桑德罗达西奥瓦给按到了地上。是的，地面技术上这个漂亮，巴桑库也不吃亏，很放松那个选手。还是应该是一个老选手啊，身经百战的一个选手，应该是看这个在场上啊，控制力能力比较强。刚才看到是他和阿木日图布辛是一起出来的，他们两个应该是一个战队。应该不是，他们俩应该是两个 team。那个他可能是阿木日图布辛是另外一个，就是对，他是那个贾丹妈那个队好像是。好，我们来继续看一下，现在桑德罗，在地面上好像感觉占不了多大便宜。他在抱摔一直都没有表现出优秀的水平。
而且他当年还被我们的旋风风车哥给降服过。袁春波。袁峰又说我还是白带呢。两位选手现在很喜欢用低扫这个技术。是的，桑德罗这个拳法呀也是比较乱，比较乱，属于跳打类型。是的。到目前为止，我没看出桑德罗使用什么战术吧？不知道他的这个设计的方案是什么样的？很乱。好，看到桑德罗这个摔实在是有些难看。哎，挨了一拳。哎，桑德罗的这个摔法确实是好好训练一下吧。可以看到现在这位来自于蒙古国的选手巴桑库，他首先一点可以肯定他是防摔不错，而且还是比较老练的选手。比较老练的选手。是的。打的每一拳，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稳。嗯。好，双方第一回合结束。桑德罗拉塞尔瓦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两位选手是打的应该算是7比3。是的。都是拿对手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好像这个阿布。牛肉干、炒粉等等一个放在一个摇杯里摇一摇，咕嘟咕嘟。然后蛋白粉厂可以开发一个蒙古口味啊，对，这个牛肉干口味，蒙古国口味。好，双方第二回合开始。这边穿红色短裤的就是巴桑库，而黑色短裤的是达西尔瓦。是的，这个巴桑库啊，把架子压得很低，应该是害怕对手要抱摔。而且有一点就是对手因为腿法和拳法都是比较一般，所以说他把头凑那么近，也并不会受到太大伤害。是的，哎，他这个拳法也不是怎么样，你看。两个人的拳法都跟不上，那个巴桑库的提膝，桑德罗飞起来了躲避，哎，漂亮，这个白拳。这场比赛和刚才那两位选手都是61公斤级的话，这两位选手的技术含量就有一些，稍微确实是打的不像61公斤的人的那个级别打的那个感觉。因为现在这个70公斤以下的这些级别的人啊，打的都非常的快。对，应该是非常节奏快速的两位选手。这种节奏就跟音乐一样，对，有鼓点都是。哎，要摔背斧头，漂亮，一个背斧头。对，没错。啊，这应该是柔道出身。啊。因为那个刚才那个阿穆里图布金就是也是柔道出身，对，应该是反正蒙古族选手嘛，就是蒙古国的这些选手啊，蒙古族选手啊，都是从小摔跤长大的，大部分都是从小摔跤长大的。龙边，桑德罗谢尔瓦将巴桑库击在龙边。不断的踢膝，但是没有杀伤性。而且可以看到，在龙边的话，如果你真要摔对手，你应该下潜。桑德罗也没有做出类似的动作。是的，桑德罗可能不太适应这个级别的比赛。这一拳直接击中了对手的肩膀。反被人给扑倒了。桑德罗使用了 Batfly 蝴蝶盖的 Sweep 没有成功。这个位置不是很好啊。可以看到
还要做什么呢？肘击还是做手臂呢？好像不知不觉之间，两个人都站了起来。这个人的水平还是有限。这几下膝击都有点低。是。啊，这两名选手我就感觉像90多公斤的人。没错。我们看到现在巴桑库他的对于头部的防守并没有如何，所以达西尔瓦应该多出一些拳。是的，而且我们看到就是说，咱们讲就是说，比如说你什么项目比较优势，很多人经常会用。那很明显了，这个选手就是柔道出身。对，没错。刚才的摔法就已经完全2个摔法完全暴露出自己的这个动作习惯了。这个所以说你这个桑德罗想摔他确实很难。而且柔道选手在上位的压制也是非常不错的。其实柔道和柔术，只不过是降服的技术，谁用的多一点，谁用的少一点的问题了。训练柔道多点摔嘛。然后地面也是柔道也是有的，现在有很多那个柔道技术都是也挺注重地面的了。因为巴西柔术的崛起嘛。而且都是一个老祖宗出来的。可以看到现在，实际上巴桑库他刚才那个位置现在感觉上要做CCB。是的，巴桑库的2下锤击没有有效的打击到头部。这个桑德罗达西尔瓦呀。他的这个技术表现的比较老派，对，而且呢，这个柔术技术而且是老派的柔术技术。是的，老派的柔术技术，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他的柔术技术也是我讲的这个动作缓慢，对，达不到咱们预期想象的效果。直接到了帽子，又给了背你看他的所有的这个技术表现的并不像一个优秀黑带能表现出来的一个技术。漂亮！现在比赛越打到后面，巴桑库他的优势就越明显。是的，这个桑德罗达西尔瓦的这个地面技术很不被我欣赏。相比这么看，罗德卡布尔的这种黑带技术呢，压制性比较强，冲击性比较强，有了位置他不会丢的，轻易是不会丢的但是这个桑德罗达西尔瓦的控制力还是欠缺不了。一个前天下的选手而言，前天下的时候选手都是偏柔术，但是确实有很多是非常黑带，但是他们这个柔术动作很快。对，特别是这个哈尔滨这边，江哥那边的这个柔术和锤击结合得非常完美。这个就没摔倒，完全被这非常强烈的说明一点，这个桑德罗达西尔瓦的这个摔法和防摔确实练得比较少，应该是。所以说，当年他和王冠在一个级别的时候，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去摔倒王冠的。没错，更何况他在力量、身高上都完全占据劣势。是的，第3回合开始。这个其实就是在给考验边裁，我觉得。边裁这个，幸好我现在已经很长时间不做边裁这个位置了如果这2场比赛要让我做边裁，我会头疼死的。这个摔有点漫无目的。是的，就咱们说的嘛，自己没有剧本。又要被对手压到地上。是的，力量上也并没有表现出优势来。对。漂亮！对手站起来那一刹那给了一脚。对，而且非常明智的没有踢到头。是的，好稳这个蒙古族选手。后手。看到现在达西尔瓦
有些被动啊。是的，他也应该说是，哇，这个摔的，应该说是我怎么这么倒霉，每次都碰到防摔能力这么强的选手。实际上是他的摔法还有待加强。是的，并不是对手防摔能力好，而是你的水平，你的摔法水平太一般。看到这个上位的控制非常的，这个能力被把柔术黑带选手压制成这样，确实有点说不过去。你看这个位置转换，哎，完全就算打柔术比赛，他也失了好多分。是啊，就是，哎，丢人，我都不好意思了。确实表现不是很好，这个地面防守。他可能没有想到对手这个防摔能力和摔法，还有地面控制都蛮不错的。对手这位巴桑库啊，他跟王冠不一样，就是王冠是防摔好，但是喜欢站着打。对。但他是防摔好，但是他喜欢在上位打。对，而且这个巴桑库我们看到这就是纯柔道选手，摔也好，地面也有控制，这典型的一个柔道运动员。实际上可以看到，在重心完全压到对手之后，巴桑库的2条腿啊，实际上破绽还是挺大的，但是很多漏洞的。但是达西尔瓦他没有把防守打开来去做任何扫的动作。是的，这个按理论来说，他来自那个德拉黑瓦提姆，应该是吧？那个 logo 上有德拉黑瓦提姆。德拉黑瓦这个人，他这个 sweep 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德拉黑瓦老师呢，是在这个巴西也是很出名的一个 sweep 大师。但是他目前这个表现，我们并没有看到他在做这个少技的时候表现出来有什么好的方式。这个位置现在也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很尴尬的一个位置，做腿做不了，还容易被人拿背。对，哎，被拿背了吧？一般柔术好的选手应该不会做这样的动作。是的，又被拿了个侧面。这个，我感觉他这个地面转换能力还没有我强呢。当然了，他这个也看着着急啊。是的，当然也有外界条件，因为对手也在打击他嘛。我们也知道这个，纯柔术和带这个打击的，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好，现在看到下位的达西尔瓦，刚才巴桑库还给自己吼了2声，来增加点。要是这么打下去的话，这个桑德罗可能就会输掉比赛了。在这个降体重这个首秀，你可以看到，实际上巴桑库他地面锤击的时候，把1条腿给撑起来，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破绽。就是如果是正常的柔术比赛啊，很容易就会抱起那条腿，然后做一个简单的 sweep，就先倒对手了。然后在 MMA 里边也是可以。对，然后连一个十字固啊，没有十字固就连一个 mount 呀。这下锤击很重。这下锤击真的是很有杀伤力的啊。应该是乱了阵脚，桑德罗应该有点乱了阵脚，有点盲目了。可以看到每打一拳，那个巴桑库都会喊2声。是的，蛮有特点的一个选手。这个蒙古国的这个运动员的野性啊，还是很容易暴露出来的。看得很憨厚老实的人，但是其实野性啊十足。这几个动作真的是太不连贯了，太没有柔术的这个地面翻滚的这个姿态的这个。相反，刚才那位英国选手对，反而做的会更好一些。刚才那位输了的汤姆选手，反而做的更像是一个纯地面系选手。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巴桑库应该是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应该没有问题。看到达西尔瓦的话，应该是遇到了一波3连败吧。连续2次输给王冠，然后这场比赛又输给了巴桑库，很可惜啊。自己的优势的东西没有一样展现出来。其实你在下面挨揍并不丢人，丢人的是你这个几个位置的转换啊，转换的太不柔术了，没有表现出他实力榜上说的柔术黑带的。对，我们如果是大家练过柔术的人都知道，其实柔术的这个地面位置转换啊，特别科学。对，没错。每一步衔接的都特别漂亮。等一下，他
卡波尔也会出场吗？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柔术这种世界级的黑带。是的，世界级黑带表现的如何？卡波尔在这个亚太区的排名也是前3的。还有上次日本来的那位叫这个格斗组兄弟，日本人的，日巴或者罗布，有点猛做了，不好意思啊。他也是比较优秀的，也在哪？其实他可以跟那个卡波尔拼一下。这边来听一下这边来听一下。好的，女士们、先生们，现在由我为大家公布本场比赛的最终成绩。经过3方裁判一致性判定，由红方选手巴桑过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出。People they wanna doubt us, the cowards that talk about us, but friends when they're around us. Hey, thinking that they can mask it, I see through the makeup. I'm taking affirmative action and slapping that fictional face off. I'll take off and dare you to come back for more. You want fame? I'll leave your body laying on the floor. Shit like a flamethrower, the flamethrower. I grab the mic, then dish your ass just for spot. What? You ain't no killer, you a pussy. You can't fuck with the flows I bring. Nothing stopping us all, what's popping the flow? The birthplace of this hip hop, creating the new music. 那么刚才所有的朋友们都在非常激烈的心情、非常忐忑的心情当中观看了你的比赛，现在想对他们说什么？谢谢，谢谢，好的，我们也谢谢你，谢谢。好，在一声非常悦耳的谢谢之后，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迎来今天比赛的重头戏。好戏总是在后面上演，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今晚的主赛部分，在主赛。